係余志仁老師啦，咁咧係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嘅老師啦，亦都係中國香港手球總會執行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咁今次咧，因為我哋香港咧其實冇一個正規嘅幼兒手球場地，咁所以咧手球總會就同青松中學合作咧，就借出我哋嘅場地咧，係舉辦呢一次嘅比賽。呢個咧就係我哋全港幼兒手球嘅公開賽啦。咁其實咧我哋分咗小學組同埋幼兒組嘅。咁今次呢個比賽咧，我哋總共有33隊球隊啦。係我哋有108場嘅比賽係進行咗嘅。其實幼兒手球咧喺呢2-3年裏面咧，手球總會都係致力去推動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越嚟越多隊去參加。喺上年我哋有香港隊去山西啦，咁亦都喺7月份嘅時候有一個迎全運嘅手球嘉年華咁樣啦。咁嚟緊呢都相信咧係會喺7月嘅時候咧有一個大型嘅幼兒手球活動嘅。咁同埋喺坊間都有一啲嘅球會啦，甚至乎我哋自己手總咧都會繼續去搞幼兒手球嘅比賽。咁啊最近應該都有幼兒手球嘅教練裁判班推出嘅。咁啊所以都呼籲各位嘅手球教練咧可以係去報名繼續推動我哋呢個幼兒手球活動。幼兒手球我覺得佢都真係可以算係一個所有運動嘅起點，因為本身手球咧跑跳擲呢3個元素有喺裏面。咁幼兒手球我哋將佢簡化，冇呢個步數嘅限制，但係又有一個好強嘅保護性，就係佢唔似正規手球我哋有一個body contact 喺裏面啦。咁我哋只係希望讓小朋友體驗到一啲成功感，就係佢係可以跑嘅，可以係容易去射波得分，係啦。咁所以呢一個運動其實都幾特別，亦都其實對於日後銜接上去我哋嘅小學手球或者正規真人手球呢，都有一個好嘅幫助。